春第3次进上海，真是为叫一炮弹火。但11月半啊，已经连满至3个月，14号连满3个月，现在连满3日天已经不容易的事体在。还算是说逢春了上海滩浪向红出来的，比之相当。作为一个平台艺人，能够了上海滩立了街头红出来，来想想，啥个心情？李凤春暗暗想，这个人已经处于兴奋的状态。但是凤春呢，经里向蛮清爽，我的成功，当然有自家的努力，还有自家的刻苦。但是不能忘记他我背头为富士朋友的帮忙，特别有2个知心客是理都帮助我，暗地下辣关心我。所以凤春今朝辣大马路，就是现在的南京路新亚粤菜馆定制一座展示。那还没有亲3个朋友。这个3个真是为自家的知心客。那么在清空8个万的还请少体办的新亚最流呢？有道理，因为当时光李凤春进上海是个34个辰光，为分红出来的档口，是杜先生传了新亚最流，摆置一座展，请市场里的上访为我们有关人员来吃。吃展是假的，疏通关系是真的，还算是帮凤春。现在不同了，凤春一炮当红出来着，彼此相当着，所以神举把了新亚湾的请客叫非同一般。凤春今朝因为是自家做动啊，所以啊，第一个的。现在看见客人来这么要紧招呼一声。哎呦，董先生，凤春啊！哎呀，严小姐啊，你都赏光，真的我开心啊！来来来，李小姐，请。乍一看，李凤春只请自家的大先生，哎，那这个也害怕与13凤夫亲家，心里想得蛮开心啊！李先生，谢谢。请。李先生，侬这个今朝13凤13枪侬分清啊？请啊！大家在路浪向就要来花子。阿位非是督促啊，做行的。13凤亲家，哎呦，搿张莹莹的开心啊，得去脱子一半子呀。不过嘴巴上为了空腹伊，好的，葛么阿拉就等退歇吧。不要紧，等，稍等啊，好的，等。葛么13凤哪会得时代个呢？因为自家一搭先生出档，该枪时一有空，随忙凤春得来。晓得个，今朝凤春请客，再让我早点去吧。不晓得刚刚一嘴呀，搿单先生喊了说你慢慢讲，我有点事体要搭来商量。三凤公先生，我有事体呀，我先去。我搿个跟你一道去。三凤想，凤春请客，得来也不得高干，说边追边讲，说先生，我先追早走来再上，实干了为时代的。现在人大真办些啊！对不起，老时代，不要紧，大家侪是自家人。既然人侪到这么，请食席吧。来，请。各位大家身体受定。上水里杜先生，下水里呢13凤，英小姐搭李凤春啊面对面。今朝个李凤春请3位客人啊，有3种情分，3种感情。各位，今朝你都能够赏光，我非常开心。哎呦，你客气。你都侪是我李凤春的最知己的朋友。对个。我是有几句心里闲话想搭大家讲。哎呀，凤春啊，今朝你一谈随嘛，随时要讲心里闲话。对，就是要谈讲呀。我搭
谢凤啊，也可以讲一声，从小一头长大的。哦哟，你托两高头青梅竹马，也可以讲是风雨同舟，同病相怜。辣迭位时期，我记得辣市口，杜先生，谁是那个家乡话？哦哟，市口是我老窝里哇，我记得蛮清爽。当初我被别人讲伊是谢凤，谢凤，里不顾一切冲破鲁莽，拔头拔杀，冲到刑场浪向来祭奠。这个情景我永生永世难以忘记。凤春啊，搿个事体是非是难。当辰光我也在场。哎呀，搿个一幕情景，但忘记得脱了。谢凤不容易个，拔头又拔杀，冲到刑场，就有搿点老百姓，说那凤春么是冤枉该啊，你都没要救理，因为你们还有个阿姐，还有个外甥囡在可来个。对，啦，当时辰光，你蹲辣边浪向，眼里也落得出。搿种事体，反是呢，当事人随时你局外人啊，永远不会得忘记脱。也是个。所以讲，不谢凤，也不会有我今朝这个一日。谢凤啊，阿春，你是一片真情待风尘。我弟弟铭记心，我还与你两相扶搀，同昔日。同舟共命运，但愿得两人相依结同心。我今朝要敬你一杯醉。聊表我风尘一份情。谢凤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谢凤心里向是开心啊！今朝凤春当着外头人的面，同我搭里的事体公开出来，搿么说明那凤春对我是真心实意。听他一番纵然话，一个努力永扎心。
想想这个张莹莹三讲，对冯春哈哈个样，自入里极力讲义，而且菜米粉里布置人生的分野里滋补身体。不过啊，我总归觉着一个市民，一个听客，那个啥样子有点过分。同样，杜先生，到那里娃子家里事情还容人，一切采用开些才是理来，我哪不得分觉着有异样的感觉呢？也没性别关系啊。那张莹莹是女，杜先生是男，我有家心，我让切磋。想今朝冯春跟着我的人这样一讲，那张莹莹再对冯春有想法时，我想不可能着吧，心里是开心的。阿春，哎，事体过去这12点辰光，你为这里做啥哦？反，这个事体我一定要提的，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的。便让张莹莹一听嘛，方是明白。本来这当都两高头没严寒，想不得你都从小青梅竹马一代长大。我本来让想里呀，那13凤啊，当我竞争是竞争不过的。论身材我比你好，论人品我比你漂亮，论动力我比你有实力。那么耍体不拼命栽你，一来趁自家年纪轻。这点农田将来跟日脚胃口是贴补贴补，二来我得要看看那李文春，当然我是我唯一看察。那今朝你这样一讲，那是看样子代理还是代夫人在。不过啊，做个平台知音普通朋友，搿个总可以个吧？邵小姐，李先生，哎，今朝我听那的人一讲，我真的是老佩服、老感动的。假使哪个事体能够写成个剧本，可是想上去老好听的。今朝我请侬搭邵小姐，老舅那一定要吃个，请，哎，请。一饮而尽。冯春要紧最后拿到手里，帮殷小姐舔毛。打，嘴杯拿起来。殷小姐，哎，邵先生，我晓得你非常欢喜听书，现在是啥子面子？哎，是呀，我李凤春在上海的风风雨雨啊，你听听清爽。在我最困难的辰光，是你不知我勇气。来当讲，在啥地方掉下去，随了啥地方爬起来，我心里下非常感激。来，为你与你上人，干杯！干！大先生，哎，冯春啊，我当年认得是从市区到现在到年在。哦，哎，也4-5年的。哎，是的。这个4-5年当中，我李凤春在人生的大路浪向跌跌冲冲，幸亏的那杜先生贵人相助。也是的。哎呀，那我不识别人遗言的辰光，你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救我性命啊！应该。搿桩事体我记得了，所以杜先生，冯春。我们反分该救杜先生，那有人身边关如亲。走进上海滩，突然失了音，随着风儿抽结万分，为结之中走出了热心人，请医生当竞争，真是百般怪我不
你都先生，而今上海滩，多因手上身，你身出又如水，救我活心生，出钱出力又费神，恩公谁是那多先生？塞进上海滩，看你手吊顶，我是方能立足在身身。半与同改口，为难见真心。我是千下万下，千下万下，为难之交的头先生。冯琛，要紧自家嘴杯里向撒撒满，打斗起来。老先生，冯琛啊，为你为难之交，干杯！好，等来我敬吧。哎啊，干！搿李凤春从来不吃醉，因为百无双子。今朝也叫开心，叫醉翁之妻千杯少。来，你再来干一杯。好，来，一道再干干干干。董先生想，今朝我一来赴宴，二为一桩事体，一等多宣布一下。冯川，哎，李先生，英小姐，我还啥小姐？我今朝来赴宴，哎，本来想请到一道喜事，实在搿2天忙得不得了。哎，一样一样，我请一样的。那么今朝我来呢，主要为一桩事体，想等多宣布一下。哦，啥个事体啊？我要等多来市场这个，是啊，我要出趟远门站，侬到何里去啊？香港。香港。冯春啊，哎，你个老太阳，香港捎一封信来，通知我到香港去继承你的产业。哦，搿几时动身呢？那李是急得不得了，准备三个这场信物叫我随要去的。但是现在上海啥七啥八个事体不得了了，所以我要处理一下，定期嘛回个玻璃帮我随要追责。哎呀，是搿样接触啊！所以今朝来嘛，我一方面嘛参加搿个宴会，第二嘛得大家市场了啊，得大家。搿么今朝也算得董先生这行。都对哎呀个。那，埃个是我辣香港新人的名片、地址、电话号头侪有了。来，你到有空到香港来啊，好啊波光丽月。啊，李先生，哎，顶还没来到香港来实事，那么我来捧场。哎呀，搿是再喊不在，搿么要带董先生再会再。要等你来个，哈哈，再会。再会。再会。那么转来三三，各自回去。单小凤回到沧州市场，稍先转了市场里向凳子呢上有在。这年头再近的单小凤啊，歇歇咬头一道，哒哒咬头一道，在个市场里向蹲伏了。辣江湖心里向明白该，学3年，帮3年，差不多在一想等我啊，插档在。现在看见小凤走来嘛，有桩事体得必要得来说说清爽。小凤啊，先生啊，来。啊，先生有桩事体想得来谈谈。你当我谈是否还有好事体了海？
先生，哎，啥个事体吃？啊，你马来只要将近6年在，辰光么错不多在啊。那么我想呢，开州年来，趁这里啦，个年档啊，不做着。本来是一插档这样，年档不走。那么你上3档嘛，我哪里想啊？再要出一趟油门。万一上3档啦，搿个嘛，那么出油门嘛，也不是一般的摩托哦，一般摩托也用不着再去的。啊对，到台湾去呀，台湾方面介绍有不少人欢喜你松川平台的，要想听。那么你到中里向呢，还有不少先生去过，那像钟炳路啊、叶英梅啊、王华香，你都在去过现在。那么还请你上3档还要去，全是个乐听卡沈先生教的。那么沈先生么是台湾8大公司上海的代理人，那么力气最吃这个业务。开州年来准备初6开始，半年呀，半年嘛免疫。那么来回的车马费啊、住宿费啊，你都侪包脱的。那么我想倒蛮好，但不是一定要去晒啥个动地。我那里想嘛，你也好出去白相一道，晒晒心啊，观光，那个哪？先生，哎，还是一出油门的啦。啥意思啊？还是要出油门的啦，不是牛气啊！我晓得那个新世界，那现在的心是老早飞到这个小家是李凤春的心里想起在，小啊，先生，我那里想，你私生吧。终归私生之前，虽说还抢到台湾么，左手来帮先生个忙，笑啊！私生之前。我们梦朝朝与落泥林，难出来只是。我把你们领进门，小朋友，你不要忘记他。难道我当时一样也不会讲？啥和现在比不带得飞起来？那个些辰光是拼也没法真讲啊！我将你们理智法，我将你们丢上瘾。
我哪会谈得上俺好？才不是我教你讲，搿么闲话讲转来，你还蛮聪明的。你是天生秉性好，天资又聪明，一经第八必领情。我是用心，不给你人上楼。到如今你知道，也没是人。小王相遇后然地，乃是代是家中大明星，首儿应是四女莫忘本，可晓得家龙为是福来生，妻在内只为哈，我是不想把他们去打进。风飞离雨山山心，到台湾去，主要不是山洞里。阿达，你跟着我上帝你是话到内出去见识见识，鲤鱼呀。为呀你来帮啊衬，相识终于分歧时，但是生终究与死生。小，那这个6年来相处不容易，那么人的人呀，帮了一道嘛，哎，总归有点磕磕绊绊、疙疙瘩瘩个事体来晓得。但是你要向前看，老个为话叫一日为师，叫终身为父。小文啊，先生师母嘛，总归是那个长辈，那是阿呆。听我的噻，先生这样一番闲话，小文眼特呀，哎呀，从来分看见你这样当我暗上两个的，到台湾去这样有，搿冯春就发了身半边，这样，我啊，要到冯春去商量商量再说。哥嘛，哥，哼，少先长了高，这个晓得你老想的说，小凤啊，你看呐，台湾个地方是蛮好不像的，我也哎，台湾去不去冯春阿根去哇？去冯春一来去。现在个冯春是红得呱啦啦，红出来的哇！嘿嘿，台湾方面假使晓得李凤春哈去时，
古人啊，来不及，这个就叫后马当时我来啥的。可是再好的富裕，以冯城的身不比，我再有个地方还够去盖。那么，先生，哎，你让我再看里看里。哦，再看里看里是有松动着哇。小凤啊，用不着再考虑再好手的决定，台湾方面让听回应啊。哎，晓得。那不三夫，已经赶得赶到万岁了，看见冯城楼上宿舍里嘛，阿才，呀，一看个小凤夜里向赶过来，看上去有啥事体了，对吧？三凤，哎，你哪会得夜里向赶过来？啥事体啊？阿春啊，哎，我有桩眼睛的事体，跟你商量。哦，嗯，那么个小凤随侬个事体，牛牛本本告诉给冯城听，等到听完嘛，哦，方是明白，回来回去为之台湾去个事体。哎呀，大爷，两家头求恩下来，还是答应了好。真正不答应，搿是要得首先一张结有一死后边的。这结束时，再有一档子，就硬跑。对，三凤啊，这个你回头去当读先生讲，那是要我答应，我肯个，啊别过合同一定要签有什么在？啊！好个，哎呀，三凤啊，我想想，搿个一腔上海啊，3个多月，演出得来是蛮吃力子，是个呀。想放松放松，搿么4月份到台湾去吹趟油门大蛮好呀，我带你一道去个呀。搿么你到台湾去马上没有理由呀？啊对。好事彬彬，喜新来，叫人真不落开怀。才须待。山地天容神心有。心心相印，难分
风尘，三先夫一想一开心，一想一担载，向往了美好的未来。幸福生活必将到来。哦哟，两家头寻啥子？我国在那非开心，事体马上来在，实际上有十下求道，榜当有样，何为继说？平台活字典每天点一点，大太琵琶。这个是指台视演员辣开戏的门前，或者是演出过后表演的琵琶独奏。哦哟，这个但是也有一定功力的，不是啥个随随便便弹一段3点水还算大太琵琶，必须是名曲，像春江花月呀、十面埋伏等等。各种琵琶弹出来侪有气势的。琵琶可以模仿军乐声、奏鼓声、喇叭声，所以这个呢要求演员有相当好的弹奏技巧。